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5章23节到35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福的人。拿巴他轻蔑侮辱了大卫，因此大卫就决定要付出行动。他带着400个大军，也带着刀前往要跟拿巴与他打仗。半路却遇到拿巴的妻子艾比该，他与先生拿巴完全相反。艾比该是一位客气又有礼貌的人，因此在遇见大卫之后，他就表达了对大卫的敬意，并且赠送礼物，彼此成为祝福。撒母耳记上卷25章23节到35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艾比该一看见大卫，就急忙下了驴，伏在地上叩拜，在大卫脚前说：“我的主啊，请听我说，罪由我来承担，请不要拿巴那坏东西，他是名副其实的蠢材。你的仆人来的时候，我不在那里。上主没有让你亲手向敌人报仇，杀了他们。现在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向你发誓，你的敌人和所有想害你的人都要像拿巴一样被惩罚。请你收下我所带来的礼物，分给你的部下吧，也请你饶恕我的过错。上主要使你做王，你的后代也要做王，因为你为上主打仗，你的一生就都不会犯过错。有人想攻击你，杀害你，上主你的上帝会保守你，好像保护珍贵的宝物。至于你的敌人，上主会扔掉他们，好像用投石器甩出去一样。当上主照他的应许为你成就一切好事，使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，你就不至于因无故杀人或替自己报仇而后悔。当上主赐福给你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我。大卫对他说：“赞美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他今天差你来见我，我为你的件事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上主。因为你使我没有犯杀人和为自己报仇的罪，上主使我没有伤害你。我指着上主以色列永生的上帝发誓，要不是你急忙赶来见我，拿巴家所有的男人在天亮以前都会死光。”于是大卫收下了艾比该带来的礼物，并且对他说：“安心回家吧，我会照你的话做。”雅各书提醒初代教会的兄姐要学习耐心等候，要心坚定，要等候上帝，这样才能够蒙福。不但如此，更要成为一位诚实的人。雅各劝勉基督徒要诚信的回复，引用耶稣基督的话说：“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样才能够避免上帝的审判。”雅各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经文这样的教导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忍耐，要等到主再来。看吧，农夫多么耐心的等待田里宝贵的出产，耐心的盼望着春霖秋雨。你们也必须忍耐，你们要抱紧坚定的希望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快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互相埋怨，免得上帝审判你们。审判的主快要来了，就在门口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要记得奉主名说话的先知们，要学习他们受苦和忍耐的榜样，因为他们忍耐到底，我们认为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后来怎样看顾他，因为主充满着怜悯和慈爱。我的弟兄姐妹们，更重要的是，
不可发誓，不可指着天或是指着任何东西发誓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样你们就不至于受上帝的审判。诗篇57篇，上帝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，我要在你翅膀下求庇护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，他要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，他要击退压迫我的人。上帝要向我显示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我被仇敌围困着，他们都像吃人的狮子，他们的牙齿像枪像剑，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仇敌张开网罗要捕捉我，我被灾难压倒了，他们在我的前头挖掘陷阱，自己却掉了进去。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，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你。我的心啊，醒起来吧，情啊，色啊，醒起来吧。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，主啊，我要在列国当中来感谢你，我要在万民当中来颂赞你。你永恒的爱上达高点，你信实高入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着大地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诚信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要成为一位有礼貌的基督徒，使人得益处，让自己也成为有福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